高雄市环保局有一个姓马的清洁队员，伊是顶个月底伫南马溪骑电动车的时阵去骑到一对老翁婆，结果无会识的，而且呢，佮出手要甲人拍。加在有一个姓简的大学生是出来甲动。今仔日早起，这市长陈其迈是公开来表扬这个学生，针对这个姓马的清洁队员，也甲伊停职甲调查，也若伤害做的部分是会交予司法来处理。见义勇为，成功阻止暴力行为，恭请市长颁奖。为市长陈其迈手头接过感谢状，今年21岁姓简的大学生，顶个月底骑车经过南马溪惠民街道，看到路边有一个查甫人拳头抱地咧对一对老翁仔某一直争，其中70岁姓林的一伙人互拍甲规面全毁，两翁仔某一直发救人，大学生看办事唔对，赶紧走起来阻挡，甲人先压伫咧涂骹等警察来。过程中，大学生也和姓马的查甫人前几落下来接受市长表扬的时，面有带伤。这个大学生讲，伊无后悔救人，一切交予司法去认定。让他不要动而已，对，尽量不要让他伤到我而已。所以，对，要告我是他的权益啊，会不会成功就看这个台湾的法律。那像我后续也有教导小孩，就是后续如果像遇到这种事情，可以有更完善、更周全的方式。对爸仔囝的互动，会当看到爸爸骄傲甲唔甘。市长陈其迈也肯定这个大学生的善良甲勇敢。若拍人姓马的查甫人，经过调查是高雄市环保局的清洁队员，已经做20档。迄天骑电动车骑到这对老翁仔某发生冲突。市长讲，虽讲是下班时间发生的代志，不过环保局第一时间已经先甲人停职，送考核会查办。姓简的大学生也对姓马的清洁队员提出伤害告诉，市长也协助厘清。见义勇为相关的这个收集到的这个证据，也移送给这个检方来进行这个厘清。目前3方面互相提告伤害，不宜告互人拍的老翁仔某，乌只送已经70岁，乌巴送64岁。面对身材悬大姓马的查甫人，根本无在调反抗。加在有一名大学生出手来救人，若无这两个坐伙人都唔那是轻伤尔尔。记者郭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